各位 Android 同埋 iPhone 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發仔。平時覆 message、打 notes、打字打到好攰，今日同大家推介一個我親身用緊嘅神器 Tubeless 語音輸入法。大家只要喺 Google Play 同埋 App Store 直接下載就用得。平時用 Google 語音最常遇到嘅痛點，無標點嘅文字瀑布，講完一大段嘢，全部黐埋一嚿，完全冇逗號句號，要自己逐個位手動補返。口頭禪序字打晒出嚟，諗嘢時講咗嘅即係嗰個，全部照打出嚟，改字改到手攰。廣東話中英夾雜成日認錯，講日常口語或者夾雜英文名詞嗰陣，好容易出火星文或者窒機。點解轉用 Tubeless？ 美國硅谷2024 AI 技術，自動過濾口頭禪 ，AI 識聽上下文，自動清走廢話贅字，淨係出乾淨語句，智能排版以標點，按語氣同停頓，自動分段，落齊標點符號，開口即成文，精準辨識中英混雜，廣東話夾英文名詞都能順暢識別，準確率極高。背景可靠，重私隱，由美國加州硅谷團隊於2024年研發，嚴格保護數據私隱，免費額度超充足，唔使買付費版，每週直接送8000字，逢星期一下午3點自動重置，日常傾偈寫筆記絕對夠晒用，大家完全唔需要考慮買付費版。對想慳時間、解放雙手嘅朋友嚟講，呢個工具絕對係一大福音，記得幫我點讚、like、訂閱、subscribe 頻道，開啟小鈴鐺，分享、share 俾身邊嘅朋友，一齊輕鬆用語音打字。